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，因国会和地方选举传出有贿选的证据，反对派的支持者24暗时走去首都示威，而且佫想要冲入去市府的大楼，尾啊，互警方用催泪ga스赶走。在赶的过程中，当地政府是表示，也有真侪警察嘛受伤，而且有超过35个人互警察抓起来。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市政府大楼24暗时互几落千个反政府示威者包围，因要求取消1礼拜前的国会甲地方选举结果，理由是有严重的舞弊情况发生。生气的示威者大声喊人民叛徒的口号，用石头、棍啊、钢片、大门甲桶啊，想要走入去占领市政府大楼，互现场维持秩序的电报警察喷催泪ga스赶走。18开始，为着抗议选举舞弊，在国会大楼内进行绝食抗议的7个议员之一的特皮克也出现在示威现场。A jedino što je ova država morala da obezbedi svojim građanima jeste da slobodno izaberu one koji će voditi državu. Ali pokrali su, Vučiću, pokrali ste ne jedan, nego hiljade i hiljade glasova. 顶礼拜大选，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 SNS 以47%的得票率，摕到国会250席超过一半的席数。以塞尔维亚反对暴力为主的反对派，敢若得到23%的选票。选后，讲伫国会有得到稳定执政地位的总统武契奇，24迄暗讲，反对党的指控拢是笨拙甲白贼话，而且讲有外力介入的迹象。Oni koji su se zaklinjali u borbu protiv nasilja, samo su još jedanput potvrdili da su prave siledžije, nasilnici, da bi da ruše naše gradove, mesta, sela, kuće, našu državu pre svega. Nećemo im dati。包括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在内的国际观选团，讲大选有买票甲灌票等违规事件发生。对这代志，德国当局是讲，一个想要加入欧盟的国家，互人指控选举舞弊是袂当互人接受的代志。赛国选举委员会20表示，全国8000个投票所有30个会重新投票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